台师大这大众传播研究所为了要让学生囡仔有分辨媒体资讯是真也是假能力，特别去到家己的溪口国中举办媒体素养的营队活动，希望透过课程呢，让学生囡仔有思考能力，去判断网络顶头的消息。学生囡仔用大纸条的方式来模拟伫网络顶面对文章起赞或者是留话，这是国立台湾师范大学的大众传播研究所后来期间为国中的学生囡仔所举办的媒体素养营队。因为现在网络上有很多诈骗，他们都会利用假讯息，然后来让我们民众来上当。就侪囡仔就是用手机智慧型手机，就是接收遮的资料，阁有看影片，阁有就是看新闻。所以讲，为着感觉讲接收正确的讯息，安尼是非常重要。智慧手机真利便，唔但改变资讯传播的方式，也大大影响现代人的生活。营队嘛透过课程来了解即卖学生囡仔规工手机冒条条，到底拢在看啥物？都要看一些追剧、韩剧的等等的，然后就是或者是打电话聊天这样。看搞笑跟足球比赛，有一次从6点半玩到下午5点。媒体素养营队也对学生做问卷调查，发现有9成的学生拢有咧使用社群媒体，其中有3成的学生逐工用超过2点钟。营队表示，偏向的囡仔较单纯，即卖的囡仔拢是透过网络咧接收资讯。希望营队的活动会当互因有媒体视读的观念，伫数位时代当中理性使用网络，增加判断能力，做一个巧巧人。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